姓李的，放了我姐夫，不然我弄死他！我跟万姑娘非亲非故，你以为用她就能威胁到我吗？少跟我来这一套！你跟那个姓龙的自诩为仁义之士，为了那些灾民，你们都能犯下这么大的罪行，你能眼看着这么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为你送命？放人！万姑娘，我刚才就是顾及到你的安危，才想用计带你离开，没想到你还是放不下孟祥和。也罢，秋桂，只要你把他放了，我就放了你姐夫。你当我是傻子？先放了我姐夫，然后束手就擒，我就放了他。不然的话，我就弄死他和孟祥和。好，我答应。希望呢？受伤刘大神，刘大神啊！你是倾城？没错，我是雪倾城。不行，小师妹，我不能跟你们一起走。这府上既然出了内奸，我们的计划暴露，孟祥和也迟迟不来送信，说明他已经出事了。我要留下来，跟师父一起救出孟祥和和舒婉心，放他们一条生路。雪姐姐，你放心吧，朱哥哥都说了，他会见机行事救出孟大哥的。大师兄虽然武功高强，可留他一个人在这里对付刘德昭这帮心狠手辣的禽兽，我不放心啊。雪姐姐，我觉得你对朱哥哥真好，事事都为他着想。小师妹，你别多心啊。是因为大师兄身份特殊，所以我才把他的安危放在首位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你不用多心，我心里都明白。主子，你们先离开，我留下来。为什么？臣妾手无缚鸡之力，身子虚弱，若是主子带臣妾一起走，会是一个很大的拖累。可是刘德昭已经打定主意要跟我这个钦差大臣翻脸了，你留下来的话会很危险。刘德昭和您翻脸，可以借口说你伪造玉玺，假冒钦差。可臣妾是真真切切的丽嫔娘娘，她不敢公然害我。若是来暗的，臣妾这府上大多是跟随家父几十年的老人，不可能都被刘德昭收买，他们必定会尽全力保护臣妾。再说了，只有主子安全了，臣妾才会安全。是啊，龙小弟，丽嫔娘娘说的对。第一，她留在这儿可以稳住舒家的内奸，还有就是可以为我们逃出太原多赢一些时间。你就听她的吧，只要你脱身了，他们不敢对丽嫔娘娘下黑手的。来人呐，来了。娘娘，你有何吩咐？你去把府里的下人都集中到大厅，我要让大家和我一起给老爷诵经祈福。是，朗奴马上去办。主子，一会儿府里的下人都会集中到大厅，你们就可以从后门离开了。叶欢呢？我不在你们身边，你一定要保护好主子，保护好自己呀。放心吧，丽嫔娘娘，我虽然武功不行，但是什么放毒啊、防身啊，我都是可以的。倒是你，现在舒府特别不安全，你得自己小心啊。婉心，想不到你平时柔弱，却是这般冷静果敢。待我平安脱身，一定想办法马上回来救你。待回到了紫禁城，一定好好奖赏你。主子安全，就是对臣妾最大的奖赏。万姑娘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快了，麻烦您再等一会儿。他们怎么还不来？这可怎么办？你们可算来了！你是？舒姑娘，我就是雪倾城。
咱们总算见面了。我们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。多谢姐姐以身相替，我才能有机会和孟哥哥私奔。当初形势所迫，不得不暗中劫走姑娘，还望姑娘见谅。好了，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有什么话还是出去再说吧。嗯，舒姑娘，你赶紧动身跟我们走。啊，不行，走不了了。刘德昭宴请钦差大人，要我前去陪酒助兴。啊！怪不得裘敏在外面守着。如果他去宴席的话，那对龙大人就更加不利了。万姑娘，衣服换好了吗？别再拖延时间了，快点啊！万姑娘，万姑娘，你如果再不回应，我得冒昧进去了。走吧。嗯。穷贵，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！我也不知道啊，他怎么就会武功了呢？他少废话。小姐，怎么是你呀？管家，你说谁？她是我家小姐，丽嫔娘娘。可是不对啊，我家小姐不会武功啊。虽说入宫之前，长河老爷骑马射箭，可能都是闹着玩的，怎么突然之间？这2记耳光是替舒家赏你的。你到底是不是我家小姐啊？刘大人，让这些官兵都退下去。姐夫，退下去！退下去啊！对，退下！退下！快退！快，都快点呀！刘大人，放了孟祥和，给我们准备3匹快马。我备马。备马，快！哎，舒姑娘，你不要着急，清晨他们一定会平平安安把你的孟哥哥带回来的。哎，但愿他们3个能平安无事啊！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来了，什么来了？我听到马蹄声了。看，倾城带着你的孟哥哥，他们回来了。婉妹，孟哥哥，婉妹，太好了！哎，刘德昭那个狗官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好歹我也护了他10年，救过他无数次。他对我算手下留情了，只是给我灌了些舒筋软骨的药，把我关进地牢。多亏李兄和雪姑娘救了我，还帮我解毒，恢复了武功。来，感谢3位的救命之恩，我们无以为报。在此，我们2个就给3位磕头谢恩了。哎，孟兄，快起来！来，婉心妹妹，你我虽然非亲非故，却因容貌相似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孟大哥也是位忠义之人，
看着你们两个终于能够冲破一切障碍，携手此生，姐姐我啊，不知有多羡慕呢。雪姐姐，我有我的孟大哥，你不是也有李护卫吗？我祝愿你们也能冲破一切障碍，白头偕老。舒姑娘，你误会了。李护卫他从小就已经有了未婚妻，他的未婚妻也是我们倾城的好姐妹，他们从小一起青梅竹马长大，所以他们的关系只是兄妹之情。对不起啊，我给弄错了。那我祝你们好人一生平安吧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，又让雪姐姐顶替我入宫，可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。婉心妹妹，今日我不得已在刘德昭等人面前显露了武功，他们肯定会怀疑我的身份，但只要你不暴露行踪，不落到刘德昭等人的手里，他们就没有证据证明我是假冒的舒婉心。所以，姐姐拜托你，一定要远离山西，小心隐藏行踪。好。三位放心，我与婉妹此去必定选个隐秘的地方，隐姓埋名，男耕女织，过些平淡的生活，绝不给各位再添任何麻烦。如此甚好。孟兄，其实我也很羡慕你。李兄，你不也有青梅竹马的心上人吗？听说还是从小就定亲的未婚妻，不像我跟婉妹，还要经历这么多波折。我和我那未婚妻之间的波折，只怕比你们还要大。说来话长，不说也罢。李护卫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和舒姑娘他们就此别过吧。好，孟兄，你和舒姑娘各骑一匹马，赶紧快马加鞭，离开山西。好，多谢。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保重。雪姐姐，李大哥，再见了。一路平安。保重。正。驾。师傅，你跟我们一起去见康熙吗？我就说你的病已经好了。不，我要回明珠谷，协助晋王查出谷中奸细。倾城，以前我陪你进宫，是担心你的安危。如今现在宫里面有太子还有奕欢来照应你，我就放心多了。你就告诉康熙，虽然我的病大好，但是我要留下来给老爷守灵。那师傅，您一定要多保重。多保重。行了行了，消消气消消气啊！水。哦，对对对。你说啊？哎呀，这个李建清啊，喝口水，喝口水。在外边没被别人打死，你想烫死本官啊？不能轻着点啊！啊！怪我怪我。你说这个李建清啊，实在是太可恶了啊！临走还把本官给伤了。我不杀此人，我誓不为人。姐夫，你放心，如今整个山西境内都通缉他们呢，跑不了。秋哥啊，你说这个万苏姑娘，她会不会是这个丽嫔舒婉心啊？不大可能吧？
这万姑娘是我手下从外面掳回来的，而且奇了怪了，她本来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突然之间就成武林高手了？那这个万苏长得跟舒婉心是一模一样，而恰恰就在这个当口，丽嫔娘娘从舒府消失了。舒管家啊，在。你仔细的回想一下，这个丽嫔娘娘回府以后，她与她进宫之前到底有没有区别？有。这次小姐回府以后，确实与以前有所不同。我还以为她是入宫做了娘娘，这气质仪态自然与做小姐是不同。现在想起来，她应该不是我家小姐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冒名顶替？哎，舒剑有这么大的胆子吗？找个人冒充他女儿进宫？舒管家，那挟持裘贵的可是丽嫔娘娘？反正我家小姐不会武功，挟持裘老板的肯定不是我家小姐。至于是不是丽嫔娘娘，我还真不敢妄下定论。莫非这舒剑找了一个样貌相仿的江湖女子，冒充你家小姐进宫？这万苏才是舒婉心。万苏，舒婉心。姐夫，我觉得你这推测应该是对的。他本来应该是找了一个极其隐秘的地方藏起来了，后来知道他爹病重了，才冒险出来，要见他老子最后一面。可是没成想半路给我劫了，他为了不暴露身份，才谎称叫万苏。此种说法是最为合理的。那舒剑为什么要找一个武林的高手冒充他女儿进宫呢？他意欲何为呀？既然咱们能够证明这个龙三是个假冒的清斋，若咱们同样能够证明这个丽嫔娘娘也是假冒的，那咱们可就什么都不怕了。轻点，轻点。是。皇祖母，可有皇上消息了？暂且还没有。皇上都已经半个月没有消息了，妾身的叔叔也没有了音讯，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？你慌什么？越是情况不明的时候，越不能慌。锁头半个月前曾送来密奏，说是皇上要办刘德昭，为防刘德昭狗急跳墙，奉了皇上的旨意去调御巴赞的兵。也许他不在皇上身边，也没什么密奏的，所以就没有送来。可是，不仅有刘德昭，还有吴三桂的人也盯着皇上呢。妾身是在担心。吴三桂倒的确比刘德昭更可虑，但也不必过分的担心。吴三桂的嫡长子吴应熊还在咱们手里呢。哀家已经另派心腹前往山西去接应。你呀，可是后宫之主啊，千万不要乱了阵脚，切记不要让别的嫔妃们知道皇上去了山西的情况，免得多生是非了。多谢皇祖母提醒，妾身明白了。搞定，好了。真香。老大，你这偷鸡摸狗的本事还真不错呀。注意啊，我不是偷的，我在农户的鸡窝里放了一锭碎银子呢。得了吧，不告而取就是偷。行，我偷的，待会你别吃啊。丽嫔娘娘，来，好香啊！来吃吧，吃完了这儿还有啊，接着来。哎，我的呢？你的？你刚才不说了吗？这是偷的，你就别吃了呗，要不然就跟我们分赃了。不是，哇，
主子，您先用我这份吧。你看看，任婉心好。来，丽嫔娘娘，来。好。好好吃。罗拉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。那当然了，我从小学别的不精，但是我以前有个师傅，他是前明的厨子，是最有名的厨子，所以我跟他学习的时候可认真了。前明最有名的厨子，御厨啊。主子，千万别听玉环瞎说。那个教咱们做饭的师傅，不过是在大户人家掌过勺而已。是啊，我不吹牛嘛，别戳穿我呀。不好，有大批人马追过来了。你怎么听到的？等你耳朵听到时，那就晚了。四面八方都有人追过来，我们被包围了。什么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突围啊？这批人武功不弱，人数众多，若强行突围的话，恐怕难护主子周全。幸好我做的人皮面具还在，只能用之前的办法了。我找一个侍卫兄弟扮成主子的模样，我们先引开追兵，东西都不要带了，赶紧撤离。好吧。陆小弟，他们为什么都黑衣蒙面啊？他们不是刘德昭手下的官兵吗？刘德昭应该是想嫁祸给牛角寨上的山匪，所以都不让手下暴露身份。封剑！是这样吗？好狠啊！抓住楼下的那个姓李的！幸好你哥哥的武功高强，连我从宫里精心挑选的侍卫到那些蒙面人，都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。那当然了，我从小偷懒，我哥哥可不，他勤快着呢。我哥哥啊，什么都会，本事大着呢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还有勇有谋，临危不惧。幸好，他不是我的敌人。那当然了，你是我的龙小弟啊，他是我的亲哥哥，自然会把你当成亲弟弟看待，他会保护你的，放心吧。遇上你们兄妹俩，真是我的幸运。上天一定是派你们来辅佐我的。快追！没事吧，陆小弟？没事了啊。看来这出了紫禁城，还真得让你这个老大保护我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赶紧去另一棵树上，把丽嫔弄下来。哦，对，走。走。丽嫔娘娘。哎，丽嫔人呢？薛姐姐准不放心朱哥哥，又悄悄赶去帮忙了。丽嫔怎么不见了？我可能记错了，我哥没有把她藏在树上。那，咱们赶紧一起去找她吧。书剑已经为国捐躯了，我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女儿。龙小弟，你可真仗义。不用找了，我在这儿呢。丽嫔，你去哪儿了？哦，臣妾被李护卫藏到了远处的一棵树上，我看到他们走远了，就顺着树干慢慢滑下来了。这林子里的树可都是很高的，你居然能自己滑下来？主子，臣妾的爹可是威震一方的武将，臣妾小时候也是在马背上长大的，这点胆量还是有的。
以前在宫里的时候，总觉得你知书达理、多才多艺、温婉可人，没想到你还外柔内刚，有胆识。主子过奖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咱们别在这聊天了，咱们去个安全的地方吧。这样，去反方向，咱们逃吧。好。你的手，快快！不是我的，是刚才有人要伏击大师兄，我把那个人解决了。快走走。给我拿点水。谢谢啊。他怎么样？等一下，我行了。救住我！疼！我这有水。忍着点。王大哥。所以，王大哥乔装成主子的样子，被那帮杀手撕咬着不放，中了好多刀。这些侍卫都是我从宫里精挑细选出来的，个个都训练有素，忠心耿耿。出宫的时候有30余人，现在却只剩下这么10来个。刘德昭啊，刘德昭！这笔账我会慢慢跟你算清楚。主子，昨天我本可以杀了他，但我未奉主子的旨意，不敢擅杀朝廷命官，而且就那么一刀结果了他，实在是太便宜他了。你做得对，要杀一个刘德昭容易，但是一定要将他的罪行昭告天下，明正典刑，这样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。等我回了宫之后，就借刘德昭这颗人头，开启整顿吏治之风。哎，祝哥哥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个刘德昭明明可以光明正大的派人来抓我们，为什么让他的手下偷偷摸摸的呀？这些黑衣人不是刘德昭的手下，不是刘德昭的。主子，你看这些伤，这伤怎么了？这伤都是左身右切，下身上切，说明这些杀手的刀法习惯反劈和上撩，这和之前舒总兵身上的刀伤是一样的。这是江湖中地躺门的独家刀法，刘德昭手下的正规官兵不可能会使。那按你的意思说，追杀我们的人和刺杀舒剑的人都是同一伙人，都是吴三桂之士？10有8九是如此。难道吴三桂已经识破了我的身份？这倒未必，也许吴三桂只把你当作钦差大臣，怕你调查舒剑之死时有所发现，才想要在山西地面上杀人灭口，嫁祸给刘德昭。看来你说的对啊，这趟回京的路上注定不会太平。主子，有一队官兵追过来了。有多少人？30-40人。主子，我们赶紧走。昨夜我们刚经历一场血战，不宜跟他们硬碰。走。没有船也没有桥，我们怎么过河呀？主子放心吧，昨夜我们逃出来之后，我已经安排兄弟们提前过来探路，准备好了渡船。河的对面是一片宽阔的树林，只要进了那片树林，追兵们就不容易追到了。你应变能力之强，安排之周密，确实令我大开眼界。要是论江湖经验，我确实不如你。主子过奖了，臣从小生长在民间，在江湖中摸爬滚打，而主子高居庙堂之上，行的是安邦定国的大策，臣怎敢跟主子相比呢？你也不必谦虚了，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，在这方面，我确实应该向你好好学习。主子，我们尽快骑马上船吧。
追兵马上来了，你们先走，我带侍卫兄弟们去引开追兵。哦，主子，我跟李太医一起骑马引开追兵吧。那不行，婉心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啊。可是，我担心这船承受不了这么多人的重量，况且臣妾又不会水，出了意外，大家更危险啊。可是，主子别犹豫了，你的安危最要紧。玉环，主子交给你了。行，出发吧。走。我们走了，注意安全啊！奇怪，这刘德昭和吴三桂的人，为什么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如影随形？难道是我们之中有内奸？不可能啊！这些侍卫都是你亲自挑选的八旗子弟，我跟我哥哥也不可能是内奸，没有人了。希望如此吧。可能是他们派的暗哨太多了，一直在追踪我们。皇上，臣妹一时旧疾发作，晕了过去。那他这个头疼的病，有根治的办法吗？他这病，打一出生就落下了，时不时就会发作。微臣想尽一切办法，也没办法根治。皇上，大哥，你也在啊？啊，老大，你好些了吗？李太医，这儿没你的事儿，你先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老大，你刚刚的脸白得跟纸一样，真的要吓死朕了。其实，要治我这病也不难，只是没有药引罢了。朕知道，你跟朕说过，要根治你的病，需要3颗龙珠做药引。这个龙珠就是皇帝的眼泪。只不过，朕自8岁登基以来，面对风云诡谲的诸多变局，性子早已磨得极为坚韧，恐怕真的流不出来了。我知道呀，你是皇上，是天子，岂能轻易流泪？不过如果想要你流眼泪的话，挺简单的，直接灌你1碗辣椒水，别说是3滴了，就是1盆也没问题。你这病情刚刚好转，就想着欺负朕，看朕怎么收拾你！哎，陆小弟，我头还晕呢。老大，要是真的能治好你的病，别说眼泪了，就算是朕的龙血，朕也毫不吝啬。只不过朕从来不相信这些偏方，这都是人力和药力无用之时，才会想借着所谓的帝王之气来寻个安慰罢了。
来，皇上，那个铜匣子找到了吗？当然找到了，肯定是你这个小迷糊，觉得这个铜匣精致漂亮，就把它顺回来了，是吧？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大一笔财富，所以顺了一些回来。龙小弟不会怪我吧？不会的。哎呀，还好啊，这个铜匣子已经找到了，而且啊，没有被太皇太后知道，要不然啊，朕都不知道怎么保你了。哇，这个铜匣好漂亮啊！不对，这个铜匣子虽然是跟鳌拜府的一模一样，但是我做了个记号，这不是我从鳌拜府中拿过来的那个呀。是谁敢在我之前把铜匣子换了？难道是朱哥哥？朱哥哥真是太聪明了。老大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果这个匣子里面全都是前明的藏宝图，那龙小弟你就发大财了。老大呀，老大，你还真是个小财迷啊！这藏宝图固然重要，但里边的那些反清复明的逆贼名单，对朕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朕还要拿着这个铜匣去见鳌拜。老大，你就先好好养着啊。好。神仙保佑，神仙保佑！千万别让鳌拜看出来那个匣子被人调包了，不然我就完蛋了。神仙保佑，神仙保佑！罪臣鳌拜，拜见皇上。凭什么？谢皇上。鳌拜，你瞧瞧，这个铜匣，是否就是之前你私自从国库里拿的那个？回皇上，没错，就是他。皇上，这铜匣子为什么会在李欢的手中？难道仅仅是因为他贪财？凑巧被他给取走了。罪臣的府上有太多值钱的金银珠宝，为什么他偏偏选上这个？皇上，您不觉得有些可疑吗？蹉跎，奴才在。之前你和奕欢一起去查抄鳌府的时候，奕欢是怎么得到这个铜匣子的？可有什么异样？回皇上的话，当时鳌拜府已经查抄完毕了。可奴才并没有发现大补丸的解药，奴才正在着急的时候，手下来报说，发现了一间密室。瞧见没有？这个地方机关重重啊，里面不知道藏了多少宝贝。都过了1个时辰了，世叔姑娘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哎呀，别催我了。就是说，恐怕我们的手是真的保不住了。能不能不要这么绝望啊？我有种预感，我很快就能打开，很快。真的假的？行不行啊？都过了1个时辰了，还没打开吗？我打开了，我打开了！这个密室的门连工匠都打不开，奕欢居然能打得开。皇上，这李奕欢来历不明，行迹可疑。皇上，世叔姑娘说了，她当时在鳌拜府期间，曾经看到过鳌拜打开那间密室，所以她记住了手法，才能打开那间密室。而且世叔姑娘也是前后鼓捣了差不多有1个时辰，才打开了那间密室。奕欢之前跑江湖的时候是个小贼，会一些旁门左道的技艺，也不奇怪吧？是啊。跟着，我们就进了这间密室。哎，世叔姑娘，没想到啊，这鳌拜老贼的密室里，珠宝多的比皇宫里还多。可不嘛。大人，要不然这样，咱俩呢先挑点，剩下的入账，您觉得呢？
和世淑姑娘一起办案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这样，您那边，我这边，怎么样？行动。哎，世淑姑娘，你这就挑好了？啊，当然了。再多挑点嘛！啊？不了，我挑的已经够多了。索大人，您再接着挑点呗。皇上，派奴才去查抄鳌拜府，奴才却借机中饱私囊，真是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恕罪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谁不知道查抄鳌府是一个大肥差啊？朕之所以派你去查抄鳌府，就是为了对你之前的功劳进行赏赐。只是你需要懂得分寸，不要过分即可。这，奴才明白了，多谢皇上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易欢他只是随意挑了2样珠宝。是，世淑姑娘将一尊玉观音还有一些珠宝，连同这个匣子，装在一个大箱子里就带走了。她可能看到这个匣子造型独特，所以顺手就拿走了。女孩子嘛，除了挑一些贵重值钱的，她会挑一些稀奇古怪、有趣的东西拿走。她倒一直是这么一副大大咧咧、贪玩贪钱的样子。皇上，如果您是这么想，那罪臣也无话可说了。鳌拜，你说李氏兄妹是前明的余孽，他们接近朕是为了得到这个铜匣，那他们都已经得手了，为何不就此远走高飞？而且朕之前去永乐斋拿这个铜匣的时候，他们为何也毫不在意？皇上，刚才李易欢突然头疾发作，一时想要独自回永乐斋，一时又要李太医过来问诊，说不定他是故意装病，想利用这个时间去转移这匣子，只是阴差阳错没得逞罢了。不对，易欢不是装病，刚才回到永乐斋的时候还晕倒了，朕能看得出来，那绝非伪装。那皇上这样认为，就算是罪臣多疑了吧？什么？铜匣不是被你调包的？我哪有时间调包啊？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鳌拜已经知道铜匣的存在，并且还告诉了康熙。那铜匣会被谁调包呢？难道是康熙啊？不可能是他，他也是突然听鳌拜提起铜匣，连铜匣的样子都没见过，怎么可能来得及伪造一个赝品呢？那个赝品伪造的极为精致，几乎可以以假乱真。我想鳌拜多半没有看出来那个铜匣被调包了，不然康熙肯定会对我兴师问罪的。小师妹，你如何认出铜匣被调包了？是这样的，那个铜匣上不是雕着一条龙吗？龙上面有一颗珍珠，我见那颗珍珠长得特别可爱，我就上去撬啊撬，结果上面就留下了一道很浅很浅的痕迹。真是胡闹！万一不小心触动了机关，那铜匣里的宝藏图和名册就被您给毁了。我知道了。皇上，据探子汇报，这铜匣子是崇祯皇帝请了能工巧匠精心打造的，须得用3把金钥匙同时插入这3个锁孔，方能打开。这3把金钥匙却1把都不可，否则就会触动机关。里面的藏宝图和反清联盟的名单都将损毁。那这3把金钥匙现在在何处？一把在南明册封的晋王李定国手中，传言这李定国10多年前就战死在沙场上，那把金钥匙也不知所踪。据探子密报，这李定国实际上并没死，并且一直暗中在领导着反清复明联盟。一把在台湾郑经的手中，最后一把金钥匙在永历帝的身上。
而永历帝多年前被吴三桂绞杀，所以这把金钥匙有可能就在吴三桂的手中。所以，之前你以朝廷的名义下旨，让吴三桂送回永历帝的遗物，就是为了得到那把金钥匙。没错，眼下这吴三桂已派庶子吴应奇护送这些遗物入京。如果这批遗物中有这把金钥匙，说明吴三桂他并不知晓内情；如果这批遗物当中没有这把金钥匙，则说明吴三桂不仅知道内情，而且私下藏匿了金钥匙，必定是起了反叛之心。鳌拜，你能将如此重大的秘密交代于朕，说明你已有了悔罪之心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吧，朕会让索额图送你回府的。谢皇上不杀之恩。索额图，老夫有一事相求。哎，中堂大人言重了，您可是三朝元老，国之重臣，索额图哪里担当起一个求字啊？老夫以前虽是令尊索尼大人的政敌，可如今你正受皇上恩宠，风光无限，老夫却已落到这步田地了。还望索大人不要再记恨老夫了。中堂大人言重了，天意难测，也许中堂大人早晚有东山再起之日，这也未可知啊。嗨，你就不要再说这种话来挤兑老夫了。老夫今日所求之事，并非是为了一己私利，而是为了我大清的江山呐。哦，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敖大人为什么不刚才当着皇上的面把话说清楚呢？反而要跑到这儿对着我索额图私相授受。皇上哪儿还听得见老夫的话呢？索大人，请务必盯紧李太医和李易欢兄妹二人。哎呀，我说中堂大人，您还是省省吧，别老想着去报复李氏兄妹了啊！你，索大人，老夫真的不是为了报复。眼下皇上正在迷恋李易欢，听不进去老夫的话。老夫越想越觉得李氏兄妹二人来历不明，身份可疑。待老夫回到府上，定会发动自己手下的情报网去暗中调查他们兄妹二人，但这需要一段时间。在未调查清楚之前，还望索大人能够多加提防他们兄妹二人才是。哎呀，我说中堂大人，你是不是在天牢里关了这么几天，给关傻了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他们李氏兄妹现在是皇上眼中的大红人，你竟然挑唆我索额图去帮着你对付李氏兄妹，我会傻到帮你去逆龙鳞吗？我就知道你不可能帮着我鳌拜，你索额图只会借机把老夫往死里踩。但是为了大清的安危，老夫今日就放下私怨来求你这个政敌。索额图，你想想，若是这李氏兄妹二人来历清白，不是那前明的余孽，你去捧他们的臭脚，自然会是前途无量。若是这兄妹二人是那前明的余孽，那后果就是不堪设想。所以，请你暗中帮老夫查明他们二人的来历，看清楚了再下注也不迟。行了，踏踏实实的回家歇着吧。
既然鳌拜已经知道了铜匣的秘密，肯定也知道了金钥匙的秘密。现在连康熙都知道了，这情形对我们非常不利。偏偏铜匣要被人给调包了。得亏让别人给调包了，要不然落在龙小弟手里那还了得啊！这调包铜匣的人呢，肯定不是清廷的人，落在他们手里总比落在清廷手里要强吧？可是谁能从永乐斋调包铜匣呢？而且这个人还知道铜匣的秘密，还能自由出入大内深宫。知道铜匣秘密的人，除了咱们，还有鳌拜这一派势力。该不会是李公公？有可能。这李公公表面上是太皇太后的人，其实啊，早就被鳌拜给收买了。如果铜匣是被李公公调的包，那现在应该落在鳌拜的手里。鳌拜和康熙一样，都只是假意讲和，他不会把真的铜匣交给康熙的。可现在，鳌拜刚刚出狱回府，李公公应该还没有跟他去接头。而且康熙加强了宫禁守卫，无论是谁，只要出入宫者必须搜身。我估计李公公还没有把铜匣带出宫去。之前义父一直让我用大补丸的解药控制李公公，我还一直心存怀疑。现在看来，也只能控制住李公公，再盯住鳌拜，这样才能找出铜匣，查出内奸。咱们师徒4人顺利进入皇宫，接近了康熙，得到了他的信任。这一切都太顺利，以至于咱们盲目乐观，让到手的铜匣又失去了。看来这深宫中暗藏着很多咱们意识不到的危险，往后咱们行事一定要更加谨慎，尤其是小师妹。还好没有集齐3把金钥匙，所以即使得到了铜匣，也没有任何意义。不知道倩影和默笙他们有没有从吴应奇手中拿到1号金钥匙？刚刚听吴应奇说，山西总兵舒建已经亲自带着200精兵前来会合，最快的话，应该明天就可以碰面。如果让舒建接管车队，那么就很难有机会下手了。所以今晚你一定要骗吴应奇，说出金钥匙藏在什么地方。我明白。二公子，有些茶点吧。叶兄，倩影，过来喝点茶，吃点点心吧。这就来。倩影姑娘为什么叹息？公子的琴声，表面听起来很是欢快，可细细一听，里面又藏了很深的心事，让我心有共鸣。所以，
不免叹息一声。这是我以前最喜欢弹的一首曲子，可从来没有人能听出我有心事。倩影姑娘，你真是我的知己。公子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山西境内，明天就与舒总兵他们会合，公子也可卸下重任。不知还有何其他心事？你不明白，此次护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，是我主动向父亲请缨的。我倒是希望可以护送的越久越好，路途越长越好。哦，为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是借着此次任务来逃婚的。逃婚？公子已经订婚了。公子是平西王的儿子，身份显贵，想必那姑娘也一样，定是出身高贵，各方面都万里挑一的佳人吧。我父王为我定的未婚妻，是云南当地最大势力刀土司的女儿，名叫刀铁凤。她的人如同她的名字一样蛮横泼辣。那公子，你父王为何给你许这门亲事？像我们这种出身显贵的子弟，姻缘之事早已是父辈们用来权势结盟的筹码。朝廷对我父王很不信任，我嫡出的大哥吴应雄，他被留在京城，迎娶了建宁公主，表面上是做了出身显贵的额驸，可实际上是被朝廷留作了人质。而我也是一样，迎娶刀土司的女儿，也是为了壮大我父王的实力。作为平西王之子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其实身份、地位、财富，对我来讲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宁可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，平淡一生，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执行完此次任务，怕是就要和刀土司的女儿成亲了吧？所以我希望这次的路程越长越好。可明天就要和舒总兵他们会合。哦，对了，公子。你身后这箱子里放的就是永历帝的遗物吧？正是。明天就要和舒总兵会合了，石青红始终是不放心，非要把箱子放到我这里。不怕公子见笑，乡野小民我从未见过皇帝的用品，不知公子可否让我开开眼界？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的。永历帝被缅甸王送回去以后，已经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了。他身边的随身之物，也没有一般帝王的气象。不过你要看，我给你打开就是了。公子与我相识还不到1月，就对我如此信任吗？我相信缘分。有些人一见如故，而有些人日日相见，却相顾无言。这和普通人家的用度相差无几。
难道都是这些衣物，就没有什么稀罕物吗？这流亡的皇帝，怎么也该有几件随身的配物吧？永历帝当年虽然落魄了，可是至少还有一帮忠臣死士相随，所以金银珠宝也是有一些的，就在这个首饰盒里面。那我能看看吗？当然可以。不好意思，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皇帝的东西，实在是太紧张了。没关系，拾起来就好了。这可是亡国之君的东西，怕是不吉利。你身为平西王之子，还是不要碰这些不吉祥的东西。我来吧。有劳姑娘。我原本以为吴英奇心思缜密，很难对付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轻松的就拿到了1号金钥匙。看来吴英奇对你真的是一点防备都没有。他根本就是个心思单纯的富家公子。他进京之后，如果朝廷发现这金钥匙被调包了，那他会不会有性命之忧啊？师姐，金钥匙我们都拿到了，你还担心他干什么？朝廷最好把他打入天牢，一怒之下再杀了他，这样就能逼得吴三桂起兵造反了，我们光复大明就指日可待了。二公子卑职有失远迎。若不是半路遭遇劫匪，在下也绝不敢劳动舒总兵，还望舒总兵见谅。哎，哪里话，同为朝廷效力，二公子若有什么闪失，卑职如何向圣上交代，又如何向平西王交代？那就有劳舒总兵了。永历帝这批遗物可都还在？我之前特意将永历帝的遗物放在一个不起眼的箱子里，劫匪们有眼无珠，只劫走了其他箱子，却唯独把这个箱子留了下来，这也算